今日我想講一樣完全改變咗我事業嘅嘢。我已經同你哋講過我頭3年半嘅經歷，嗰陣我真係好掙扎。我會話俾你聽，我好努力，但係冇任何重複。我唔知你有冇試過咁樣掙扎，好似你喺外面招募，喺外面賣嘢，但係你嘅人就乜都唔做。我真係搞唔清楚，我真係嘗試去理解。最後我參加咗個訓練，終於我呢個口頭殼都明白咗，我需要做啲咩先可以有重複，因為我開始咗一個探索。點樣先可以有重複呢？因為有啲人好似神奇咁有，而有啲人就冇。因為我頭3年半我乜都做，我就話你知唔知我會招募一個人，我會同佢哋坐低，我會幫佢哋打電話，我會幫佢哋同佢哋嘅潛在客戶傾偈，我會幫佢哋招募，幫佢哋啲人開始。但係如果我唔喺房間入面，佢哋乜都唔做，所以真係好挫敗。我學到我喺外面做緊嘅嘢，同人傾偈，雖然我變得相當熟練於有關網絡營銷嘅事實，我好擅長做演示，我好擅長告訴人哋點解啲產品同服務有價值，我喺呢啲方面好熟練，但係我缺乏複製嘅技巧，所以我可以報名，但係我做緊嘅係第一方，由我提供事實，我將事實提供俾你，因為咁第一方係非常有限嘅。我學到一樣嘢，終於改變咗我嘅一切。而我喺我哋嘅對話中比較早就同你講呢件事嘅原因係，呢個將會係你嘅基礎元素。我會用我哋嘅魔法版去展示俾你睇我講緊乜嘢。呢度係你，而呢度係你嘅潛在客戶。我做緊嘅係去到潛在客戶嗰度，然後俾佢哋事實，我俾佢哋資訊。呢個就係問題所在。我25歲，就攞呢個細細嘅泡泡嚟講，如果我企喺呢度，然後企起身，你睇唔睇到嗰個泡泡？你睇唔到，係咪？點解睇唔到？假設嗰個係機會，就喺後面。點解你睇唔到？因為我阻住咗。你見到呢個人，你可能會或者唔會有共鳴。可能我咁叻，你會話你知唔知點解？我做唔到佢做到嘅嘢，或者可能我咁差，佢哋會話你知唔知點解？我唔想同呢個人合作，或者可能我係一個男人同一個女人講嘢，而嗰個女人想睇下其他女人係咪成功，佢喺度睇緊，透過我去睇嗰個機會。我需要讓開，係咪？我需要移開，而唔係做個事實提供者。因為當你去到呢個潛在客戶嗰度，係有一個信任關係喺你同潛在客戶之間。呢個就係點解口碑廣告有效。但如果我哋引入，而唔係由你提供事實，如果我哋引入第三方，然後你介紹嗰個潛在客戶俾第三方，佢哋會更加尊重嗰個第三方，多過佢哋尊重你。
所以，如果我將呢個人連接到第三方，讓第三方提供資訊、提供事實，然後佢哋最終會同我簽約。而家我可以去同所有人傾偈，所以就好似我學到，我所做嘅只係將我嘅潛在客戶或者我嘅團隊成員連接到一個會提供事實嘅資源。我係一個連接者，我唔一定係一個教育者。而家我可以係，讓我哋講下第三方可以係咩？我會讓你自己做一個清單，呢個會係你今日嘅其中一個任務。第三方可以係一段影片，分享呢個機會，可以係一段音頻錄音，可以係一個Zoom通話，可以係產品本身，可能是你嘅上線可以係第三方。你將潛在客戶介紹俾你嘅上線，將潛在客戶介紹俾一段影片，將潛在客戶介紹俾一個Zoom通話，將潛在客戶介紹俾一個活動，講一個故事，讓呢個故事成為第三方，並提供事實，而唔係你自己成為呢個專業教育者。所以當你擁有所有事實時，呢個會令你覺得自己好重要。當你去到潛在客戶面前，我以為自己係無敵，無法阻擋，但事實係我變得太花巧，令到人哋覺得畏懼，因為佢哋做唔到我做到嘅嘢，所以佢哋冇行動。一旦我學會利用第三方，一切都改變咗。一切最好嘅第三方就係如果我可以帶人去一個活動，一個公司活動，我的天，如果我帶佢哋去一個活動，活動就會做晒所有工作，所有社會證明。如果我介紹佢哋俾產品，佢哋了解產品，試用產品，並試用產品，咁產品會比我用自己嘅事實更好地教育佢哋。如果佢哋問我關於補償計劃，我會俾佢哋睇補償計劃嘅影片，或者俾佢哋睇補償計劃文件。如果佢哋問我其他人有冇成功，我可以介紹佢哋俾一個同佢哋相似嘅人，行為同佢哋一樣，擁有相同生活經驗嘅人。所以第三方改變咗一切，我由複製困難變成我嘅團隊增長。我喺63個國家建立咗一個超過50萬人嘅組織。咁點樣做到呢？學習掌握第三方。所以事情係咁嘅，你可以列出所有第三方嘅嘢，呢個就係你今日嘅任務。但係簡單嚟講，就係任何唔係你嘅嘢，任何可以教育潛在客戶嘅嘢，關於你嘅產品或者你嘅機會，唔係你提供事實。如果佢哋問你問題，如果你嘅嘴唇係喐，你需要指向第三方，介紹第三方，講一個關於第三方嘅故事，讀一啲第三方嘅資料俾佢哋聽。如果你嘅嘴唇係喐，你就需要將佢哋連接到第三方。好啦，你係一個連接者，你唔需要做一個教育者。而家你可以成為你團隊嘅第三方。但對於你嘅潛在客戶，你需要不斷專注於第三方，佢哋會喺嗰度有一個尊重層次，同你有一個信任層次。所以學習做一個連接者多過做一個大人物，好嗎？你知唔知我發現咗咩？好似好多頂尖賺錢嘅人，佢哋有啲唔會專注於擁有所有答案。佢哋大多數只係聳聳肩，有人問佢哋問題。好啦，等我俾你睇下，等我介紹呢個俾你，等我帶你去呢個活動，等我俾你睇下呢個工具，等我俾你睇下呢段影片，等我邀請你參加呢個Zoom會議，等我安排你參加呢個電話會議。我哋設置一個小型三方對話，揾一個對產品或者其他嘢比我更聰明嘅人。所以第三方嘅魔力會為你解鎖複製。你需要學習掌握呢個技巧，所以你今日嘅任務係，我希望你列出所有你能想到嘅第三方資源清單，
並隨時將佢放喺你面前，並了解邊啲第三方工具對你最有效，對你公司最有效，對你業務流程最有效，已經證明成功，並依賴呢啲工具開始並使用計劃去檢視，去搞清楚邊啲對你最有效。但一旦你決定咗，你唔會係嗰個提供資訊嘅人，而係第三方提供，而你只係潛在客戶之間嘅連接者，同埋資訊，並使用你嘅第三方去連接佢哋。咁樣複製就會開始為你飛起，明白嗎？所以呢個係一個基本原則，呢個真係非常非常重要。如果你能夠牢牢掌握呢個，一切都會改變，明白嗎？所以你今日嘅任務係列出所有第三方工具嘅清單。如果你的嘴唇從現在開始動起來，你需要介紹、指引、閱讀、連接嗰個人去第三方。今日就到此為止，列出清單，我哋聽日再見。